根據英國解密網站 Decasiv UK 喺4月14日報導，比利時政府喺本國境內扣押咗2批喺英國運往以色列嘅軍事裝備零部件，並且已經展開刑事調查。比利時政府喺2026年3月24日喺列日機場，係位於比利特地區嘅，成功接獲咗2批喺英國運去以色列嘅軍事裝備。呢批貨係喺2026年3月23號離開英國，第2日就去到比利時。貨物就係喺列日機場接獲嘅。比利時海關係接到非政府組織和平行動嘅舉報，指稱呢批由民航貨運管道運輸嘅物資清單異常，而且冇依法申請過境許可證。經過專業嘅工程師檢查，呢批裝喺33個貨箱入邊嘅物資包括多項關鍵軍事組件、火控系統同埋佢嘅備件。呢批貨物嘅對應武器出口代碼係 ML10 軍用飛機同埋 ML5 火控部件。軍用飛機嘅零部件包括雷射器、瞄準器同埋執行器。據悉呢啲係用於以色列訓練飛行員嘅 M346 教練機。M346 係可以訓練 F35同埋 F16 嘅。比利時瓦隆大區政府指，其中一家涉事企業係木格公司。呢一間係英國設有工廠嘅美國航太公司。呢批貨原定計劃係搭乘挑戰航空 Challenge Airlines 嘅航班飛去特拉維夫嘅。喺2025年，比利時就已經喺同一個機場扣押過一次類似嘅貨物。嗰陣時，比利時已經明確警告，但係2026年繼續發生偷運事件。呢件事跟住落嚟呢個影響就係好大嘅。列日機場呢，就係歐洲重要嘅轉運樞紐。今次出事就唔係淨係呢一批貨，係整個以色列嘅補給都出現咗問題啦。以後以色列飛機嘅維護升級，仲有飛行員嘅訓練都會受到影響。佢呢一批物品係用普通機器嚟報關嘅，但係佢個編碼呢，就係用咗 ML10 同埋 ML5。ML10 同埋 ML5 呢，就係軍用物資嚟嘅，所以就俾比利時發現咗啦。咁樣究竟今次偷運武器係木格公司嘅事啊，定係英國政府亦都有份呢？暫時仲係未知道。已經有英國議員提出要徹查呢一件事，睇嚟英國首相同國防大臣都好頭痕㗎。佢哋唔可以話唔關我事啊，咁就推得一乾二淨。但係現階段亦都唔可以話英國政府有份。我哋就等比利時政府調查，睇下調查成點樣啊！
多謝各位收睇，拜拜。